在地消息，台东地区的农会甲农民客族的有机旁米，今年是得到全国的金质奖。不过有一间收购米的厂商，因的包装是用一寡鸟啊、鱼啊，也有低本湿地多样。不过生态工作者就认为讲，这种米的地点嘛无伫咧低本，而且迄寡动物嘛毋是同步原生种的，恐惊引起误会。这包顶管印有机生态米的正面包装，有印一只保育鸟仔体鸡，后壁的图还有一尾生长伫咧西部，属东部外来种的台湾石饼啊，搁一只石青啊，用来强调讲这个米是有绿色保育的有机米，但是生态保育工作者认为讲，包装顶管有外来的物种，有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区生态误解。台湾石冰跟千丝水螣这两种物种其实都不是湿地类型会出现的物种了，而且台湾石冰是东部的外来种，那这样提供出去给消费者以生态为名的一包米，其实是不够正确性跟知识性。因为这个有机米今年才得到全国精选米旁米做的金质奖，是台东地区的农会伫低本地区含农民客族种25公顷，得到有机认证含绿色保育认证。台东地区的农会强调讲，稻仔的生产是无问题，是得奖了后有一间厂商来收购，伫包装顶悬设计才会图含文字去卖，毋是以台东地区农会名义去卖，会建议厂商改掉。产品这个行销部分是由他们负责。我们是负责在生产部分，那我们自己的包装的部分，当然我们就自己会很严格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规划去设计。东部的生态有机米定予西部其他的厂商收购，伫包装顶悬加各种图含文字的告示来请消费者买。生态工作者表示讲，未来政府有可能爱定相关规定，严格来要求这种宣传应该符合实际生产的状况，才袂互消费者误解。记者综合报道。